死神大人，你何时才能归位啊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嫦娥都快馋哭了。我怎么又遭这种魔了？死神大人，人家天天想你，想的心里都发慌了。你听听我的小心脏，扑通扑通的跳呢。人家的心也扑通扑通的，我不信你摸摸。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！停，都给我住手！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我不是食神，我真的不是食神。美女们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早点醒过来吧！我还要摆摊赚钱，娶老婆呢。你要走？干什么？我不应该走吗？哎呀，不要嘛，人家还想吃。罢了，既然你要走，人家也留不住你。食神大人，等你拿下4位玄女，回到天宫，我再跟你一起飘飘欲仙，尽享极乐。什么玄女？你别乱动！这感觉也太真实了。好香呀，闻着就好吃。好香呀，闻着就好吃。都怪101那个疯女人，本姑娘千年苦修，竟然打不过她。不会是同我一样太阴玄女的人，此次受伤起码要恢复个小半年，要不然把它吃了，来疗伤。怎么回事？好恐怖的凶啊！我的伤都好了，尾巴也不见了，我化形成人了。一缕气息易散，竟能经过10年苦修，此人莫不是神仙下凡？我竟然捡到宝了！要是能跟他双修，岂不是一步登天？哪来的狗啊？怎么跑我家来了？你才是狗，你们全家都是狗。我是9尾天狐，这家伙想把我撞成重伤，现出原形了。哦，刚刚就是你舔我，看我做噩梦，你还敢当我？让你让我做噩梦，让你让我做噩梦，让你让我做噩梦。你叫这么凶，肯定是饿了吧？可是我这儿又没有狗粮。你才吃狗粮呢，缺德仙人，你欺负太甚了。饿坏了吧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哎，啊，爷爷，那个我去趟厨房。你先过来，咱们爷孙俩呀，今天得唠了。我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爷爷，那个我还有的。哎，不是爷爷，我多嘴说你，你呀老大不小了，该成个家了。哎，幸亏爷爷呀，我年轻的时候有先见之明，帮你定了一门娃娃亲，要不然就靠你小子。哼，什么娃娃亲？什么娃娃亲？不是爷爷，这事你以前也没跟我说过。以前你不是还小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成亲的事啊，得上点心，你得抓紧。爷爷，你别胡诌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娃娃亲？这陈芝麻烂谷子的，谁家认不认还两说。哎，咱们认不就行了吗？你呀，抓紧去一趟武神殿，去找一个叫叶冰仪的姑娘。咱们家和这武神殿呢有些渊源，正好武神殿目前有点麻烦，你去帮他们解决一下，这事就能成。爷爷，武神殿那可是国内最顶尖的势力。先不说武神殿看得上咱们这种小门小户吗？哪怕真的看上，你孙子我这实力能帮人解决什么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我不去啊！不愿意，老头子我就死给你看！玩这么大你啊！我叶冰仪那女娃可是暗中无疑的太阴玄女，太阴齐聚，天命归位，老爷子也能推
退休了。不愿意，老头子我也不勉强，就是等我归西了，你用针把我眼睛缝上，我死不瞑目。好，爷爷，我去啊，我去。反正人家也看不上我，这老文东说话靠谱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做狗粮呢，差点被爷爷把正事给耽误了。完了，像这种人物向来喜怒无常，没想到刚出胡须溜入文坛，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九转金丹的味道。哎呀，懒得折腾，用高压锅把剩菜压个完整，反正是狗，凑合凑合。我的妈呀，真香！这居然是一整盘九转金丹，难道它真的是将士真仙？老祖宗曾说，真仙降世，天命所归，天命人一生辉煌，又说可重登仙位，那还逃什么呀？这大罪不能放屁了！狐狸精，我知道你藏在这儿，还不出来，不受死！狐狸精，你果然在这儿。平时胡作非为一场罢了，今日居然来到凡人之族，想要取人性命，那我就替天行道，教你神魂俱灭！狂？你拿什么狂呀？现在呀，我可不怕你。仙人，我本是一只山间野狐，日夜得你精气滋养，才得以化形的。本想报恩以身相许，可这个女人不分是非清白，就要来取我性命。仙人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从这凡人身后出来！什么东西啊，这么晃悠？怎么还有女神的声音？坏了，我该不会被那个梦整出幻觉来？仙人啊，这幻觉也太真实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仙人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胡仙仙，你胡说八道也要有个度吧？什么先人后人的？你们两个从哪冒出来的？疯女人，我劝你赶紧离开呀！仙人手段莫测，一出手就是天塌地陷、山河倒转、日运星移。你现在要是赶紧逃的话，还来得及。我的实力果然大大提升了，这仙丹真的美味。帅哥，人家还想要大大的金丹。确实挺大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小狐狸，走到哪儿都不忘勾引男人。这是九转金丹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把这东西给这狐狸吃了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这九转金丹？不是你玄幻小说看多了吧？这就是一盘狗粮。我狗呢？我狗呢？那不是狗，我无心与你为敌，但这只狐狸始终是个祸害，把它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出手。哎，等等，我现在有点乱，因为一盘狗粮，你们至于吗？我们的事儿你少管，不然我连你一起打。美女，这儿我家，你是不是有点问题？贼眉鼠眼，看来你跟这狐狸是蛇鼠一窝。好，那我今天必要诛了你，替天行道。疯女人，你眼光不赖呢。他是我相公，自然要向着我了。谁是你相公？你可别乱讲。我呢，可是订了娃娃亲的。娃娃亲？你跟谁订的？好像是一个叫叶冰一的。哎，不对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你居然敢羞辱我！看剑！哎，等等。喂？喂？叶冰一10岁持心问剑，15岁便持剑问天下，从无败绩。他是第一个敢背对着我的。既然你这么拖沓，就休怪我出手无情。苏慧，我们都分手几年了，你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婊子，你下死手！说什么？我妈？刚才那剑，我只用了5成功力，这一剑你不可能躲得过我。这疯女人一剑能劈倒一座山，我可挡不住！快闪开！
我早都说过了。不可能，居然能承受得住权力的险，这绝对不是凡人的力量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快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这打电话呢。林雨，我就不跟你废话了。你那病秧子老妈天天缠着我，要我跟你复合，估计是你的意思吧？但你应该清楚，就你这种臭屌丝，复合什么的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明儿就来把你妈给拖走，要是不来，就等着给她收尸吧。老娘现在可傍上了武神殿的护卫大人，要弄死你妈，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不是，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喂，喂，喂，混账，混账！不是，我说你俩什么仇什么怨？本来我今天心情就……我操！你俩咋这么凶？那个，你们俩架也打完了，是不是该走了？啊，那个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看在你们两个脑子有点问题的份上，就不用你们赔。啊！哎呀，人家刚才撞伤了，走不了了吗？我不管，我要你让我留下来。要不你先住着，住几天再走。好，感谢仙君。这骚狐狸有第一印象的优势，我去。娃娃亲，你跟谁进的？好像是一个叫叶冰一的。不对呀，跟凌云订娃娃亲的明明是我比他有优势。凌云，1000万做我男朋友，这1000万就是你的。真的？有钱了不起嘛？钱能买到爱情。就是，我凌云不是这样，你还是1个亿呢？你是哆啦 A 梦吗？哪儿都能往外掏东西啊！原来你想的是这个呀？看到没？区1个亿，仙君才不会被你。仙君啊，你可不能被他给迷惑了呀！这世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啊！比如，顾仙仙，你无耻！哎，别帮了！啊，那你妈那个呢？我妈在外面还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，算了，跟你们说一声。刚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是女的吗？啊，两位没什么事儿，请回吧，就别耽误我时间了啊！走吧，那我跟你去。区一个武神殿的小护卫，说不好听点就是个保安。我倒是要看他如何在外面作威作福。你想的倒是挺好的嘛。既然明天是拜见婆婆，我以传信家族以绝世珍宝为凭，等明日拜见婆婆，你必输无疑。以我之名传令，准备国级重礼。明日，本尊要拜见婆婆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这哪儿来的两个神经病啊？算了，还是先处理苏慧的事情。谢谢哥哥。没错，说起来就来气儿。那个屌丝的家人跟他一样让人恶心，没啥本事，就知道癞蛤蟆吃天鹅肉。天呐，谢谢哥哥送的大飞机，爱你，么么哒。小慧，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？你以前在这边上学，都是我儿子在外边摆地摊凑的钱，你现在好起来了。家人们，先等我一会儿啊！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？你个老不死的！等你儿子来了就麻溜的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本小姐现在跟你们可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别妨碍我赚钱，别在这纠缠我。咱不能忘本，你以前也是小山村里出来的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家人们，你们快看看呀！这个女人话没说几句，就做逼相想要讹我，你看看呀！这乡下人的花招还真是多，你们快看看她，看看她！妈！苏慧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凌云啊，凌云，几年没见，你怎么还是这副穷酸样啊？你妈还说你长进了，我看你是车房存款屁都没有吧？哎，浪费我时间，都给我起开！别急，是妈自己不小心。小慧，别介意啊，我们坐下来聊聊。聊？有什么好聊的？凌云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谁的女人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，我们走吧。别装了，
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今天来这上演这么出苦肉计，不就是为了挽回我？可惜啊，姐不吃你这套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的男朋友可是武神殿的护卫。你们觉得我会那么傻，放着堂堂武神殿的护卫不嫁，会继续选择跟你们这些猪狗作伴呢？苏慧，我觉得你是误会，我这次来根本就不是来跟你复合的。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觉得不值，但是我也想清楚，像她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配。我配？这话就你也配说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气势，这排场，等我以后嫁给了武神殿护卫，我也会有这样的牌面的。你们就等着瞧好了。妈，我们走吧，别担心了。爷爷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。走，都跟我去拜见婆婆。都跟我进去，我要赶在这疯女人前面去拜见婆婆。相亲就你，哪个眼瞎的会跟你这个土包子相亲啊？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。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女性，我当然得给我的家人们、姐妹们参考参考，让他们避避雷了。家人们、姐妹们，就是这个屌丝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谁嫁他谁倒霉。你们要是不小心被他们用花言巧语骗到农村去了，可千万别怪慧慧，会提前提醒你们呀。苏慧，你和凌云从小青梅竹马，你的学费都是凌云给你挣的，忘恩负义也就算了，你还要毁坏儿子的名声。毁坏他名声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们该不会真以为会有人能看上他这样的货色吧？如果真有，那你们不就纯纯祸害人吗？他俩怎么还真找得着了？天宇，你该不会想说外面那2位就是你的相亲对象吧？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能蹭啊？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外面那一排排的豪车，那2位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大小姐，你什么档次？跟他们相亲，你可别做梦了。儿子，这样的人物我们惹不起。妈，他们虽然不是相亲对象，但是他们做好准备。什么准备啊？队长，我来了。亲爱的，儿子，这是婆婆。叫婆婆。抱歉啊，亲爱的，让你久等了。我没来晚吧，老公？没来晚，没来晚，我们也刚来不久。这位就是我未来的婆婆吧？什么你婆婆呀？这个是我婆婆才对。儿子，你真的跟他们认识啊？他们还叫你什么？妈，这个说来话长，我回头跟你解释。阿姨，我是凌云的女朋友。凌云跟我说，要是和他结婚的话，要经过您的同意。您看，您对我满意吗？满意，只要你们能结婚，阿姨就高兴。婆婆，那我呢？好，你们2个都挺好的。2位大小姐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个凌云就是个我压根都瞧不上的废物，你们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呀！凌云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相亲对象。相亲对象就他。你说我的男朋友是废物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打我！敢骂我夫君，打死那个小贱！凌云是我的男朋友，也轮得到你动手？明明是我先看上他。 2位大小姐是你们的，都是你们的。不过你们抢男人，打我干什么呀？你该打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那就不要让我看见，赶紧滚呀！不然本小姐我看见你我打你2次。小的马上滚，马上滚！拜见婆婆，今天是第一次和婆婆见面，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厚礼。 皇家御用极品玉雕1座，和田玉吊坠1盘，唐代名画10幅，黄金1万两。还说这是，这美女，
要送彩礼的话，也应该是我送吧？你这做我的男人，你和咱妈这一辈子都有花不完的钱。我反对，你这个满身腥臭的女人。那你也来啊！你这是看完啊！你这猪头说什么呢？我说让你这个废物立刻马上给我跪下道歉，还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不然你死定了！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有皮痒是吧？我看到了，这些宝贝上都有武神印，武神殿可是我们大夏至高无上的势力，就你这个废物也配在这些礼物上刻上武神殿的印记？什么武神印啊？这不就是防伪标志吗？有什么好出奇的？这天下看不起这武神印，也就你一个人。既然你认出了武神印，为何不跪？跪你？我呸！这天下能掌控武神印的不超过5个人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武神殿的帝君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武神殿的帝君吗？还真被你猜对了一半呀！他虽然不是什么帝君，但能动用武神殿的印记，也还不算出格。呸！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你们都是这个废物请来的演员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丁云，你算是摊上大事了，敢冒用武神印，这事儿要是被武神殿的人知道了，你全家都等着被杀头吧！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就是武神殿的护卫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龙哥，呼叫龙哥，呼叫龙哥，龙哥，你上线了！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有多离谱，有个傻子带着一群演员在这冒充你们武神殿的人，他们还欺负我。龙哥，你快来帮我主持公道啊！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哦，爱你，么么哒。你听见了吧？我龙哥马上来了，这次你死定了。不过呢，念在我们相识一场份上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心情好还能饶你。他说了煞有其事的样子，不会有事儿吧？香公没事儿，一个小小的护卫而已，是吧，疯女人？儿子，咱家穷是穷，但不能弄虚作假啊。妈，别听他胡咧咧，肯定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妈还是担心你，咱们小门小户的，8辈子都惹不起武神殿，你要不道个歉吧？要不然武神殿的人要是真来了，没事儿，他们要是真来了，我会亲自替你们收尸的。妈，是妈的错，对不起你，妈不应该把孙慧叫过来，是妈害了你。妈，不管武神殿来什么人，我还在这儿呢。你在又怎么样？有几个臭钱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？本来打算放你一条生路，但是你还癞蛤蟆上脚面，不咬人恶心人了。我今天倒要看看武神殿谁来，哪个护卫这么狗胆包天，能给你这么大勇气？什么武神殿呀，自诩名门正派，一个小小的护卫拿着鸡毛当令牌，我看呀，还不如我呢。狐狸精，你闭嘴！传我命令，今日武神殿无论谁来，都以顶格处理，逐出武神殿。是，大人。哎，美女，武神殿，你说话靠谱吗？好，演得还挺像，可惜呀，假的就是假。就算是假的，你也不能报官呐。苏慧，你跟我儿子相处一场，你怎么能对他如此狠心呢？狠心？我没问你们要青春损失费就不错了。儿子他是咎由自取，等我一会儿龙哥来了，要你们好看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儿子，你和你女朋友先走吧，他们要来算账，就找我老太婆好了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妈，听我说，我从来没有动过什么武神印，我真正不怕影子邪。还嘴硬？等一会儿武神殿的龙哥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死鸭子嘴硬！我龙哥都要来了，你居然还敢打我！我打你又如何？像个小丑一样，再爸爸我也打你！你们！武神殿徐天龙到，是哪个没长眼的，胆敢冒用武神殿的印记？你又是什么人？老子可是武神殿少主王敖的贴身护卫，知道不少？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。
龙哥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就是他找这些演员冒充武神殿的人，你看看我这脸都被打肿了。龙哥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！敢打老子的人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来人，把这里闲杂人等都给我弄出去！一个小小的护卫就在你面前这样，你们武神殿可真厉害呀！谁呀？吃了雄心豹子胆的，给我站出来，看我不弄死他的！是我，你有意见？龙哥，他都自己承认了，快抓住他们！你怎么了，龙哥？你可是我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呀！你不说过要守护我吗？你也打我啊！我打的就是你，你他妈胆也太大了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女武神呐！他妈想死可别连累我呀！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许天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叶冰衣去哪儿？需要向你汇报吗？武神殿，许天龙，叩见大人。叶冰衣，女武神，你就是叶冰衣啊！天哪，我儿子的女朋友竟然是女武神，我这是在做梦吧我？哎妈，我也是刚刚知道。没错，我就是与你娃娃亲的叶冰衣。许天龙，原来你就是他搬来的救兵啊！我还真不知道，区区一个给武神殿开车的小护卫，竟然有这么大的排场。哎呦，没有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来人，在武神殿许天龙行为不检，狐假虎威，即日起贬为庶人，逐出武神殿。是大人。哎，等，大人，我可是少主的护卫呀，少主很器重我的。再说了，少主可是你的未婚夫，将来我们这个是一家人呢。我跟王傲可没关系，什么未婚夫都是他一厢情愿的。既然你是那个混蛋的人，那么惩罚加倍，没收你的所有家产，充公。别！饶了我！哎呀，少主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还有你，欺我，辱我男友，行为不止，嫌贫爱富。来人！将他身上所有衣服都给我扒光，让他游街示众，让他活个够！别碰我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儿子，没想到我儿媳妇排场这么大，真是给我们林家争了气啊！黄世明，我也是刚知道。看来婆婆对我还是挺满意的，亲爱的，不如今天我们就领证如何？这好，就今天。好你个叶冰衣，你把户口本都拿来了。那大人，店主有令，请您速速回还武神殿，有要事相商。什么？这么急啊？那你先去那个什么店处理你的事情，结婚的事咱不急。我先带我妈回去啊，拜拜。可恶！你坏了我婚事。胡欣欣还在呢，要是被他抢先，就大事不好了。不行，我先去林云家把婚事定了再说。可是武神殿现在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比不上我追男人。他为了一个摆地摊的废物，居然把我逐出武神殿。叶冰衣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没想到林云那个废物居然搭上了女武神的大腿，龙哥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女武神又怎么样？得罪了我，一样让他好看。这个叶冰衣和少主早有违约，他要是知道了他在外面养了个小白脸儿，那凌云岂不是死定了？没错，少主是天魔宫嫡孙，再加上他的身份，哼，那个叶冰衣怎么能斗得过他？我现在就联系少主。喂，少主，儿子，听妈的，冰衣姑娘挺好的，人家愿意跟你，你就好好跟人家在一起，赶紧把事给定下来。哎呀妈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而且爷爷也让我娶她，你们怎么都……你爷爷同意了，就更好啦。我觉得冰姑娘挺好的，赶紧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，争取3年抱2娃。妈，你先别着急啊，而且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了吗？什么另一个？我不管再来多少个，我就觉得冰姑娘好。你住的不是老破小吗？怎么变成了大别墅了？儿子，这大别墅哪来的？他们都是你女朋友？不是嘛？这大别墅应该是胡仙仙搞出来的，为什么搞得这么快，我也不知道。至于这些美女，
我就更不清楚。顾仙仙，这又是在闹哪出啊？建哥，你回来了。这些是我专门挑选的姐妹，专门来服侍你的。婆婆，我提前回来，已经把饭做好了，就等你跟相公回来呢。哎，等等，咱俩的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别这么讨厌我。这么多人，我也养不起啊！妈呀，这不得吃穷我！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闺女啊，你第一次来，应该是我给你做饭。哎呀，婆婆，你客气了，都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跟你跟相公做饭呀，是我的福气。我们进去吧，看看咱们家的大别墅。哎，那个，哼，叶冰衣，你输定了。本小姐这温柔贤惠路线，可比你砸钱好使多了。婆婆，您年纪大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些药材，给你补补身体。闺女有心了，但是把我给婆婆准备的药材带上来吧。婆婆，这些呀都是我在野山上采的野生人参，希望您长命百岁。好好好，这闺女真会疼人。儿子啊，妈觉得你们俩好像也挺合适的。哎呀妈，你该不会觉得叶冰衣身份太高，我配不上她吧？没有的事儿，妈是觉得你跟仙仙你们两个更合适些。妈，还是你眼光好呀。妈，你看这个百年野参参用来泡酒，最能补身子了。您的，还有那个冬虫夏草，还有那个燕窝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仙仙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你看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就给我带那么多礼物，妈这回来得及，也没给你带什么。没事儿，婆婆，这些呀都是我应该的。儿子，好好照顾人家啊。哎，妈，大姐她看上一个凡人也就算了，还把咱们收集了几百年的奇珍异宝都送了出去，至于吗？听说那个凡人就是个摆地摊卖小吃的，他家老太太也不像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大姐她到底图啥呀？多好的百年老参啊，我们自己都没舍得用，白白便宜了他们。就是，我也没准备什么，这。江果，你不用准备什么呀，只要是你送的呀，我都喜欢。要不我给你们做点吃的？好啊。姐夫，大姐为了你可是把家底儿都打出去了，你就请我们吃个饭，这也太敷衍了吧？我们什么没吃过呀？就你做的那些垃圾食品，我们可不敢乱吃。对呀，就那些低劣的食物，吃了会产生污秽之气，影响我们体内的灵气修为。摆地摊卖小吃怎么样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能吃到他做的饭，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要是不想吃的话，就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。姐姐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，那你们就闭嘴。凌云，我的姐妹在山里野惯了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我就是一个摆地摊卖小吃的。你看姐姐，她自己都承认了。但凡你请我们出去吃顿好的，就算你有点诚意。够了，凌云是我的夫君，不是你们说三道四的。夫君以后要做什么好吃的呀？我给你打下手。我打算煲个鸡汤。不用帮忙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他们不吃，我吃。看我不馋哭他们。姑娘是个好姑娘，可惜就是有点傻。不就是个鸡汤吗？谁没吃过是？大姐是被那小子给灌迷魂汤了吧？咱们一会儿都别喝，跟那摆地摊的一个下马威。放心，我就算饿死，从这跳下去，我也绝对不吃他一口。你记住你说的话啊！待会儿鸡汤来了，你们一口别吃。鸡汤来了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他们不吃我吃呀，正好还没有人跟我抢呢。嗨，就是一个普通的鸡汤而已，哪有你说的这么玄乎？普通？
不一定。没错，凌云做的东西当然不普通。香飘千里，五色神光，这砂锅里炖的应该是9天玄凤吧？这砂锅里炖的应该是9天玄凤吧？你怎么跟狐形仙似的？这就是我们家老母鸡随便炖了一下，什么9天玄凤啊？你来干什么呀？这是我未婚夫给我炖，我不来，难道看你吃独食？还有啊，凌云他可是我叶冰一的未婚夫，凌云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好了，你俩怎么一见面就吵吵？我这一大盆呢，管够。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鸡汤。你给我放下！你这妖孽也配和我未婚夫做鸡汤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哎，叶冰一，他傻乎乎的，没吃过什么好吃的，你怎么能跟他一样胡闹呢？傻乎乎的。这锅汤闻着确实是挺香的，不过也不至于舔这个男的吧？大姐怕不是练功走火入魔疯了吧？我看那个叶冰一也疯了。大姐从小就跟这个疯女人抢东西抢到大，没想到这次连男人都抢，就这男人。大姐，这件事儿胡族长老知道了，非骂死你不可。你可别为了争口气委屈自己啊！是啊，大姐，你跟这个疯女人抢什么不好？偏偏抢这么个男的，你再看，小心你的眼睛！我有必要在自家姐妹面前装吗？再说了，相公乃真仙降世啊，要是能嫁给他，岂不是能给狐族光宗耀祖呀？今天叫你们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神迹。天地循环，吃我俩！给我起！大姐，你居然已经踏入了半仙之境！没错。我去！哎，现在 cosplay 都先进到这种程度，还带声光效果。相公，你别开玩笑了。难道这锅汤真的是9天玄凤？那是自然，一群没见识的东西。哎呀，什么9天玄凤？哎，你把刚才那个再给我表演一次，就那个。你们干嘛？太好了，仙君这么厉害，我们姐妹几个愿意和姐姐一起伺候仙君。够了！你们再敢乱摸，我就报警了，告你们猥亵！猥亵！别再跟我开玩笑了！你们这群妖孽惹恼了仙君，这次你弄巧成拙了吧？相公，你不要生气了嘛，人家知道错了。别跟我再撒娇了，我不吃这套。知道了，仙君，今天仙考虑不周，还请您原谅人家，还请相公垂怜。不如现在就洞房，奴家给您降火。相公，你这些小妖精也吃饱喝足了吗？还等我的未婚夫下逐客令吗？什么你未婚夫呀？叶冰一，你休想，就别瞎说。啊，相公，他凶我，你管不管嘛？那个，我的婚事呢，首先呢得我妈点头，对吧？可是今天呢，我妈已经回去了，所以这件事儿我们能不能缓一缓？动不动就要嫁，现在的美女都这么主动。婆婆天天夸我既聪明又贤惠，不像叶冰一那个疯女人。相公，婆婆肯定更喜欢我呀，你选我准没错的。哼，别白费功夫了。婆婆的眼睛可是雪亮的，她收了我的嫁妆，明明选的就是我。你以为你那点狐媚功夫能够诱惑她？骚货，别做梦！叶冰一，怎么还想动手不成？哎，等，够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，别吵了。首先呢，这个事儿我跟我妈都得再考虑考虑，现在还决定不了，
所以呢，你们先回去，把东西啊、人啊全都带回去，我们这个事儿好商量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送的东西是我自愿的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？对呀，礼物都是我们自愿送的，你要是不收的话，都看不起我。这一屋子的重礼，价值不可估量，该怎么处理？叶冰，你问过我们了吗？没我点头，这些东西谁也别想拿走，谁也别想拿走。徐天龙，你已经被我逐出武神殿了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叶冰一，你摊上事儿了。哦，那我倒是要听听，谁给你的胆，在这大放厥词？我看你还能狂多久？奉武神殿帝君的口谕，女武神叶冰一私自与凡人联姻，破坏国运，即日起卸去你武神之位，你的所有财富已经被武神殿全数收回。小可怜，谁让你选了凌云这个废物，活该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跟师傅汇报过了，凌云乃是仙人转世，怎么还会？仙人转世，就他一个摆地摊的废物，我呸！他也配。不过帝君还是给了你一次机会。帝君亲自邀请凌云去武神殿接受考验。如果叶冰一说的对，你真的是真仙的话，他会同意你们的婚事的。如果你们不是的话，你们两个人欺骗武神殿都是死罪。不仅叶冰一要卸去武神之位，你要以死谢罪。啥玩意儿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仙人？摆地摊的，我劝你啊，赶快夹着尾巴逃，逃得快，没准啊还能留条狗命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老子哼！你给我等着，龙哥！林月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师傅那边会横生枝节，肯定是许天龙和王傲，肯定是他们从中作梗。我师傅平时很讲道理的，要不你去跟他说说。我去倒是可以，但我真不是什么仙人。相公，你说笑了。以你的修为，而且武神殿都是名门正派，武神殿帝君最讲道理了。你长得帅，你去肯定管用。对对对，我师傅很讲道理的，他一定能听明白。我怎么感觉你在忽悠我呢？有吗？没有，相公，你别冤枉我们。凌云，我师傅一定会听你的，我现在只能靠你了。他要是讲道理的，这事儿倒是不难办。我练摊多年，嘴皮子功夫倒是可以的。真的吗，夫君？谢谢你。传闻武神殿帝君深不可测，但你要是去的话，肯定管用。那他要是不讲道理，打我怎么办？啊，不会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凌云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。神殿帝君虽然厉害，但相公你可是真仙，你去神殿应该没事吧？看你们俩这表情，是想坑我吧？哎，算了，我今天还要出摊呢，我已经把东西都做好了，再不出摊变质了，有啥急事等我出完摊再说。出摊？仙君说摆摊，真出摊，好无聊呀。仙仙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说啊，陪你出摊我好开心。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把燕冰给骗走。去，找人去试一下这小子的深浅。帝君，他不归西凡人，何况你亲自出手。俗话说，杀鸡用宰牛刀啊，咱们是不是有些太过大动干戈了？当年本座凭一己之力打进天魔宫老巢，杀得昏天暗地，群魔束手。现如今魔头们又在暗中养精蓄锐，蠢蠢欲动。我好不容易把叶冰一培养起来，她居然要嫁给一个凡人。这让你去你就去，本座的弟子绝对不能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。帝君，这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那小子真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您确定要对他动手吗？本座吩咐是从来不说第二个。帝君息怒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走，快！跟本帝一样的太阴玄女，这么多年来也就找到冰儿一个。这可是传说中能跟随天命人重登仙路的绝世之子。臭小子，不管你是谁敢动他，今天就要让你吃点苦头。帝飞霜可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。当年帝飞霜凭一己之力
打了天魔宫销声匿迹，我们忽悠相公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对手。老板，这油条咋卖的？1块钱一根，请问你要几根啊？我操！你这油是金子做的，还是你这面条是金子做的？卖他妈那么贵？就是。啊，油条1块钱一根，你还嫌贵？你什么意思呀？行，别闹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是卖的这个价钱。先生，哪里贵了？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咱们故意找茬都看不出来，脾气这么好的吗？要不咱再加大点力度，直接上。走。不对，我看你们是武神殿的。哼，知道就好，不想挨打就赶紧给我滚！女武神叶冰一都打不过我，就凭你们也敢放肆，找死！天仙，去点火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人呢？刚刚不是还在这吗？哦，真是天黑路滑，社会复杂。我卖个油条都有跑了，1块钱一根，真没出息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呀。随手炸了一个油条，为了就堪比神器。相公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就知道他们呀，肯定不是你的对手。那当然了，我做的东西，那可是解决饥饿的神器。金线，你的裙子……兄弟进步太快了，兄弟，你帮助我。相公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帮帮我！这小子是什么怪物？难不成他真是仙呢？怎么可能？现在是末法的时代，现在这世上早已绝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不可能是仙。哎，断了！你帮了我！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帝君责罚。非战之罪，无需责罚。这次本帝要亲自出手。帝君，不可啊！帝君，万万不可呀！您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万一那小子被您打死了，那女武神那边……闭嘴！别让他欺骗女武神，他活该！仙人之下我无，小子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在我面前长久。现在就要揭穿你的老底炎帝剑砍招。居然是炎帝剑，帝君上次用这招可是斩断了一艘航母啊！帝君竟然亲自出手了，这个世界能接得住他的不超过3个人呢。这小子完了！哎，仙也走了，又没生意可做，还不如早点收摊呢。一天都没赚到钱，我去你！不好意思啊，姑娘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？这怎么可能？连帝君都不是对手，这家伙什么来路啊？这怎么办呢？你这一身水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这有抹布，那个你先蒸一下。不对，以水灭火，无形深刻。我的炎帝剑竟然被他预判到了。此人明明实力很强，却要表现得平平无奇，倒是低调稳重。这人实力足够迎娶平安，但还得要试试他的人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儿有电话号，那个不弄脏了，衣服钱我会赔你的。我今天赶时间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你给我回来！泼我一身水，你道个歉就想走啊？我都说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看我衣服，我都湿身了，你不用负责的吗？带我去酒店洗漱干净，换好衣服，你再跟我赔道歉。大柱，我卖吃的，不卖身，而且我马上就是有家室的人了，骗我去酒店，你休想！你愿意演凡人，我陪你玩到底。小子，你要是不跟我走，我就报警，说你耍溜。你，好，算你狠。明天还要去武神殿讲道理，不能被这事给耽搁了。算了，去就去，我一个大男人，还怕你？
要清楚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，坚持就是胜利。那个房间我也给你开了，衣服我也给你买了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撤了？衣服还没到呢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偷人耍赖啊！那个我买的衣服。媳妇到了，你赶紧换上。那。还想跑？今天通不过我的考，哪也别想进。这小子实力手刃，且看他人品，是归武神殿去不可懈怠。没想到你还颇有几分定力，看来也得给你加猛药。粗气大发，怎么反弹了？这你没有，快松着吧！怎么力气这么大？不要去！再在马上出事儿了！姐，放我！啊！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杀了你！我法力的，他对我做什么？那个，姐，你先别哭，我会对你负责，我不会跑的。谁让你负责？你给我滚！滚！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你先别生气。我跟你回想一下，昨天晚上是你先压的我，所以我才你是走的吗？不对，我的法力还在，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还增强了。什么法力不法力的？你神经病吧？你看，都把我咬疼了，连句道歉都没有。法力明明有，却用不出来，腹部多了一道能量强大的封印。这是失传千年的珠胎暗结4象封印。这封印的解法，我要跟他生个孩子，才能解开封印。你要帮我解除封印，不是说要对我负责的吗？啊，那个，你放心，我呢，肯定会对你负责。哦，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你告诉我一下呗，告诉我一下呗。我居然和他那样了。要是被叶冰一知道他是尊水了他的未婚夫，我可没脸做人。不行，不能暴露身份。不是文宇啊，我知道我长得帅，但你也不用这么有压力吧？我叫月月，我不需要你负责，但有件事你必须答应我。太好了，还有这种，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呢，就是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我要你跟我生个孩子。什么？生小孩？不是美女，我们两个呢第一次认识，这事我做不了，你还是换个要求吧。这个你不用操心了，我会给你准备药，1天之内一定要换上，不管多少次，50次、100次，一定要。不是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你当我是种猪啊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是配合我还是去采缝纫机，你自己选吧。好，算你狠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也不算傻。行了，那就明天吧。不成，明天我有事。你有事，我还有事呢。后天我们可以做一诊。你快回去养精蓄锐吧，乖，听话，乖。这就是初夜啊！这比挖个
才叫到来。你说我说，碰见的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还快？相公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啊，我就是在想呢，明天就得去武神殿了，这个帝尊到底讲不讲道理啊？不会把我给吃了吧？有可能哟。帝飞霜掌管武神殿数十年，无人能够震撼他的地位，连我呀都怕他3分呢。连你都怕他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不是说他很讲道理？我就以为跟个普通老太太似的，和我妈一样。他是讲道理，但是他也不是普通的老太太呀。你这话要是被他给听到的话，他估计啊都要打你一巴掌。修炼法术往往比凡人活得更久一些。他现在的长相应该跟我们样貌差不多吧？而且帝飞霜他的实力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的脾气很大，得罪他的人呀，上一个骨灰都飘到太平洋去了。完了完了！你们坑我！我不知道怎么这么苦啊！夫君放心，到时候呀，我会帮你的。我谢谢你啊！你放开我！香水味，丽月，你，哎呀，救命啊！我想想名人了，我干嘛呀？小恒，你一个摆地摊的，还真敢来武神殿呀？不就是一个4A 级风景区吗？我请柬都拿到手，为什么不能进？什么至尊请柬？我没看错吧？居然是武神殿最尊贵的至尊请柬呐！这武神殿的至尊请柬连我都没资格拿到，他一个摆地摊的怎么会拿到？这不可能啊！这看来这人的身份不简单呐！许天龙啊，这回是踢到铁板了。别以为你拿到了请柬就了不起了，这武神殿不是这么好进的。看到你眼前的9层天梯了，对于修行人来说都是一重天堑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只要往上踏一步，砰！瞬间就会炸为齑粉，这才是进入武神殿的第一个门槛。你一个普普通通摆地摊的，要想保住你的狗命，赶快给我回家！你神经病吧？这不就是一个风景区吗？那玄幻小说看多了。儿子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哼，你不会这么着急就想死吧？一个摆地摊的还妄想登天梯，荒唐！凌云，亏我之前觉得你还挺实在的，没想到说起大话来还真是一套一套的。你不想试试吗？不敢了。他当然不敢了，可别忘了，他就是个摆地摊的小丑。谁说我不敢了？不就是个台阶吗？我现在就上给你们看。相公好样的，我相信你，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睁大他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。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？婆婆，放心，我相信他。小丑，不行就退回来吧，反正在这里也没有人瞧得起你。没错，赶紧退回来吧。现在退回来呢，还能保留那么丁点的颜面，虽然也没什么颜面可言。这妹子，她肯定是想让我在帝君面前丢人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致命的东西？净扯淡！冲了！
这也没什么呀，果然是故弄玄虚。这对狗男女果然是在骗我。还好我胆大心细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啊！这龙哥，你不说他1层都上不了吗？他怎么？我哪知道啊？第7层，哎，不对，第8层！我的天哪！这4大战神灯台都不会像他这样轻松，这摆地摊怎么跟如履平地一样啊？天梯该不会是坏了吧？坏你个头！你脑子 what 了？天梯怎么会坏？就是，那我看这位高人哈是扮猪吃老虎啊！你看走第8层，他还有余力呢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过第9层。龙哥，怎么办？快想想办法阻止他呀，不然我们就成小丑了。放心，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为了就是以防这种万一。少主在天梯上动了手脚，果然是料事如神呐。少主是故意让他轻松地走上去，让他心怀侥幸，充满了希望走到终点，然后再狠狠地捏死他。看啊，他上不去了吧？上面可有落魂阵，少主亲自布置的。他胆敢往前走一步，定叫他魂飞魄散。哎，摆地摊的，怎么不往上走了呀？傻逼吧？他们脑子是瓦特了吧？该死，这个家伙居然可以拼呢！星星，我儿子他没事吧？你儿子他死了，这就是他狂妄的后果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狂啊！你狂啊！连渣都不剩了吧？渣的，你还我的后果！哎，出来！他还活着呢，这活着。好啊，就是你小子刚刚丢的炮仗，挺大声啊，吓我一跳。什么炮仗？你中了落魂阵，你小子死定了！什么落魂阵？我还以为你布置了什么呢，拿个炮仗响。你脑子满着呢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是少主的独门绝学呀！你怎么还能活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武神殿也太客气了，专门拿个炮仗迎接我。下回不许这么搞了，我胆子小，我不行。才说2句就气个半死，你这心理素质也忒差了吧？这散魂阵一旦布下，就算是女武神贸然进入其中，这也难全身而退呀。那个小子，难道他比女武神还要强？废话，他不强能破了王傲的散魂阵吗？我看这回许天龙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没事儿，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相公果然厉害，落魂阵都能被他当炮仗。妈，仙仙，我们进去吧，别理那2个脑残。龙哥，你不说那小子必死无疑吗？怎么还生龙活虎的？一定是那个叶秉义，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，暗中动了手脚，破坏了落魂阵，欺人太甚。可恶，就让这废物给躲过去。放心，少主是帝君的得意弟子，这个小丑得罪了叶君，还妄想从少主身边夺走叶秉义，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儿子，这个地方也太阔气了吧！我这辈子能够有幸来到这种地方，就是死。哎呀，妈，说什么呢？你放心，儿子啊，以后肯定会让你享福的。放心，婆婆，我跟相公以后会好好伺候你的。女武神叶秉义到！是女武神和王傲，王傲少主英姿飒爽，果然是我辈楷模呀！师兄，我男朋友来了，失陪一下。哎，原来这就是叶秉义的未婚夫啊！你是？
帝君大人马上就来了，这个姓林的，他居然还敢放肆！漂亮小丑罢了，敢在武神殿撒泼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吃饱撑的。就是，区区的一个地摊小贩，谁给他那么大胆子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少主我实力高强，这个大家有目共睹。这个家伙敢和少主作对，我看他就是自寻死路。少主亲自动手，这个姓林的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整个武神殿，少主的实力仅在帝君之下。和那个叶冰阴不分伯仲，尤其是锤炼了20年的金刚铁砂掌，便是了得。啊哈哈！你这个摆地摊的小丑，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我看那个废物是你这什么不知名的少主吧？大胆妖孽，污蔑少主，你找死！不信，一会儿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。这家伙是个变态吧？握着我的手就不松开了，这可咋整？不是哥们儿，你是便秘吧？什么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找死！撒手！少主他，少主，不是，那个是你让我松手。而阴的是吧？敢偷袭我，我看你是不把整个武神殿放在眼里。哎，你可别胡说啊！大伙儿都看见了，明明是他自导自演的。我做什么了？找死！你够了，明明就是你先动的手，礼记不如人，还要怎样？我是你师兄，你不帮着我就算了，你胳膊肘往外拐。凌云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肯定要帮他。这件事情就是你先动的手，是你不对。我不对，叶冰一，师傅知道你要跟他成婚，怒不可遏，你自己心里没数，惹怒师傅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师傅那边我会去解释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要不是我跟师傅求情，你以为你只是被卸任这事就算完了吗？师傅的脾气你应该知道。师妹，回头是岸的，我们两个才是天作之合，你何必为了这个摆地摊的废物触怒师傅？怎么，武神殿的少主原来是只会躲在师傅背后的怂货？妖孽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哥们儿，跟一个女人斤斤计较，你至于？大胆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冒犯我，给我跪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让你像条狗一样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。你醒醒吧，大清早就亡了，到现在了还让人下跪啊！有时候少看看景区，多赚点钱，治治脑子啊！欣欣，你看这个蠢货，早就应该放进博物馆珍了。不是哥们儿，咱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你这让我折寿啊我！有些人呀，膝盖还真是软，还想教训别人，自己倒先跪下了。喂，你少说两句，人家都给我跪下了。你们武神殿这也太热情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封建陋习？这个红包呢，就当是我提前拜年了，哎，赶紧收着，下次不许。咋了？我就包了10块钱，10块钱，嫌少呀？这么多人了，别让我那么难做呀！赶紧进。来人，杀了他！这哥们儿人飞起来了，头发都长了，这是鬼上身吧？妈，咱赶紧躲远点，小心他慌乱。帝尊令在此，小丑，你还有你妈，都给我跪下！
少主不仅暴走了，还把帝尊令都拿了出来。今天此事，怕是不能善了啊！那个摆地摊的相貌平平，没想到居然还此等手段，能把少主逼成这种地步的人，恐怕实力深不可测呀！帝尊令出，就是武神殿主帝尊亲临，实力再大，还得跪下。帝尊之威不可侵入。林允，我劝你还是乖乖跪下，见令不跪，那可是死罪。你个摆地摊蠢货，别让少主拿出来帝尊令对付你。今天你可以含笑举拳了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这一块不摆的，让我跪下。不是你们几个都戏精附体吗？什么毛病？帝尊大人马上就到，如果让他老人家知道咱敢有人违抗帝尊令，必然会勃然大怒。到时候，在座的所有人都将受到牵连。小子，快束手就擒，还有一线生机。不错，不然等帝尊大人到了，让你死无全尸。行了，别捣了，烦不烦呀？很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桀骜不驯的来人，我就地正法。帝君大人到！住手！徒儿拜见师傅。我等参见帝尊大人，大人神风盖世，虎跃长龙，千秋万代，永镇大夏。不是我说，封建陋习害死人啊，至于吗？你们怎么都跪了？发带凌云，师尊为何不跪？我说你有病吧？有病就赶紧去治。他是你师傅，又不是我师傅，我凭什么要跪？你可要想清楚，辱没帝君可是死罪。死罪！哎呀，我好怕呀！我就不会。什么年代还玩这套？放肆！师尊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个摆地摊的小丑他就是太放肆了。既然师尊已经开口了，那我今天就替武神殿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愚蠢的小丑。下主，千万别生气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教子无方。你要想打人，你就打我好了。妈，说得好啊，那我就先打死你这个老子，然后再送这个小畜生下去一块团聚。师尊，你应该打他才对呀，为什么要打我呀？你在质疑？弟子不敢，弟子知错了。但是确实是他。够了！这个声音好耳熟啊！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糟糕，他认出我了。在哪儿来着嘞？没有。一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！帝君是什么身份啊？哪怕当今的国主要见，都不一定能见得着啊！一个摆地摊的蠢货，你有什么资格见？不尊帝君已是死罪，在武神殿大放厥词、妖言惑众，更是罪加一等。这个卑微的小丑，今天死定了！哎，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啊？帝君都还没说话呢，你们在这叨叨什么？我看不敬帝君的应该是你们两个。帝君，他诽谤我呀！他。师尊最大的禁忌就是不准男人近身。之前镇北王近身不到1米就被师尊废了双眼，这个小丑敢贴这么近，就死定了。不光声音耳熟，这身材也很熟悉。哦，腰上是不是有一朵小小的莲花胎记？你竟敢调戏帝尊！师尊，凌云实在是无心之举，今日他是为我而来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请师尊加罪于我。弟子愿意代他受过。代他受过？你可要想好，他犯的可是死罪，咱一块是死了。师尊若要我死，弟子不敢不从，但求师尊悲悯。
放凌云一条生。跟他一块是死吧！师尊，请臣下令处死这对狗男女。上主何在位，请帝君正位，处死他们！请帝君正位，处死他们！你小丑还不下跪？跪什么跪？你当我跟你一样，跟个死太监似的，见着就跪啊？你什么脸，我什么我？哦，你觉得我比你帅，比你有阳刚之气？你给我闭嘴！又才艺馆，这么小的，天授女皇吧你！少主，你没事吧？调戏帝君，还气得少主吐血，这个摆地摊儿的，他真是胆大包天呐！等着吧，上个敢冒犯帝君的人，坟头草都一人够。他这跟冒犯不一样，他这是调戏呀！帝君不怕他挫骨扬灰，给他留个全尸，就算是摆地摊的运气好。请帝君降罪，诛杀私了。师尊，此子欺人太甚了，还公然调戏你！师尊，诛杀此贼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师尊，请您替我做主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做什么主？不信你问他，他身上是不是有头发？别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师尊，你相公昨晚身上那个女人味，会不会？凌云并非神殿中人，不必守神殿规矩，赦他无罪。尔等不必多言。师尊，我心意已决，尔等休得放肆。凌云，给我等着，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你就是凌云对吧？对啊。想要做神殿的女婿，必须通过历朝历代5帝英灵的考核。你准备接受挑战吗？又来这套，死人怎么考验？不就走个流程？好，我接受。不就是走个流程？你们还有什么挑战？放马过来！这个蠢货，他不知道这武神殿的英灵实力比帝尊还要恐怖呢。如此作死，帝君都保不住他，这回可有好戏看。看来帝君早有算计，要借英灵之手除掉这个废物。不是要挑战吗？走啊！武神殿第36代帝君帝飞霜，尽历朝历代神殿仙灵，仙灵天威浩荡，神殿五运苍龙。这里就是武神英灵殿，我武神殿历朝历代的先帝英灵都供奉于此。这个自然不必多说，对历朝历代为国为民的英雄，我还是很敬重的。在进去考核之前，你要考虑清楚。若武神殿历代先帝认可你，等你上完香磕完头之后，会降下福泽，对你受益良多。若是历代先帝不认可你，你的下场轻则重伤，严重的话，当场灰飞烟灭。再问你一遍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神神叨叨的，怪不得叫神殿。来都来了，我一个小辈，拜一拜先人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帝君，我考虑好了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帝君已经提醒他好几次了，可这个蠢货他偏偏就不信邪，这何必呢？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在理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真是他不提起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本来想将他碎尸万段，现在看来不用我亲自动手。不过让他死这么容易，是太便宜他了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那摆地摊的小丑要是通过了呢？不可能，神殿有1000年的历史，能通过考核的、有记载的不超过10个人。哼，他一个摆地摊的，怎么可能啊？放心吧，仙灵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不会真的被雷劈吧？都是封建迷信，上当，我才不信。苍天有眼呐！来到天雷，给我劈死这个废物！一个小丑放下跃龙门，
得到仙灵的认可，他也配？还真有天雷啊！凌云，这回看你怎么死！风云突变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哼，我早就说过嘛，一个摆地摊的小贩，如此卑微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获得历代仙灵的认可呢？天雷一旦降下，那小手必死无疑。这回有好戏看喽！阿三，快回来，危险！你不能过去。林远，我劝你回来吧。仙灵一旦动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过不去就别强求，急流勇退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这年头连天气预报都是假的，还有什么是真的？人工地裂，是仙灵的震怒，前所未有的震怒！安飞，他想得到仙灵的认可，怎么可能？又不是瞎了眼。要我说，有些人能死在这儿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师尊，求您出手救救凌云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！英灵震怒，我出手也无济于事。早就劝过他，他怎么就不听劝？这是天怒，天怒啊！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？真他妈该死！凌云，给我滚出来！仙灵已经震怒了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飞爷，你保佑我，救到天雷，我劈死这个废物！仙帝显灵了，天雷马上就到，废物，你给我等着吧！你劈他呀！你劈我干什么？可是吧，我被天雷给劈死了，师傅。仙灵给他跪了，凌云他做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，龙哥？阴云殿的神位怎么会？我去你的！你他妈踩老子脚了！你慌什么慌啊？凭他是来与受阻的，这主这闹鬼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怎么能让仙人跪我？这不伤我功德吗？刚才仙人看了我一眼，我的功德差点都掉完了。完了，他怎么还过来了？啊！你别过来，别过来呀！我裂开了。这大白天的，难道是这闹鬼了？这回不是，指定会被苏慧那个屠夫笑死。啊，不行，我得再坚持会儿。师傅，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阴灵殿历代仙帝都受不起他一拜，难道此人真是仙人？此人真是仙人？我这叫什么呀？都给我做安静！考核结束，凌云，你可以出来了。这么容易就通过了？你快出来，不然凌云殿就要被你弄塌了。怪不得，原来是豆腐渣工程，我还以为真闹鬼了。历代仙帝里边，修为最弱的也都是鬼仙，竟无一人能当得起他一拜。只怕此人不光是仙人，还是仙人中的佼佼者，他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烂废物！我站好了，你有什么屁话赶紧说。大胆！擅闯阴灵殿，惊扰先帝阴灵，还毁坏阴灵的灵位，你是十恶不赦，滔天重罪！弟子恳请师尊下令诛杀此僚。我看大胆之人是你这个逆徒！日后若有谁再敢说凌云的不是，无论是谁，绝不轻饶。
滚！你还跪着干什么？你已经顺利通过考核，你俩的婚事我不再反对，你们尽快订婚吧。往后，叶冰一就是本座的继任者，为武神殿下一位帝君。什么？又是一位新帝尊？这帝尊的继任者不是应该是少主王傲吗？对呀，这怎么会？叶冰一崛起，王傲算是彻底失势。真没想到啊，堂堂神殿少主王傲，居然会败在一个摆地摊的手上。恭喜呀，林先生！林先生，以后啊，您就是神殿的女婿了。像我们这种小人物，一定要多多提携呀！林先生，您真是仪表堂堂，叶武神又是英姿上少，你俩一定是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。我跟你讲，王傲那小子就是个废物，哎，以后您就是我大哥啊！不，您是我祖宗！哎，祖宗！哎呦，祖宗！好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老祖，武神殿已乱，咱们天魔宫崛起的时候到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些年卧底，你辛苦了。凌云，这个小丑，给我等着！终有一天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！还有叶冰一，你这个贱人！今日宾客都在，两方家长也在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你们今天就订婚吧。真羡慕这女武神啊，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订婚。哎呀！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现在看来，林先生的确比那个王傲强了不止一点半点呀！就是啊，哎呀，说得太对了。师傅说今天，那就今天吧，我可以的。我知道你可以，我是想知道订完婚之后我什么时候可以走。完蛋，还有个女人等着我生孩子呢。要是明天没到酒店，我不得被当成强奸犯抓起来？订婚之后，武神殿要宴请天下，至少要半个月吧。什么？半个月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当然不愿意了。婚姻大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提前问我？你这样强买强卖不太合适吧？哎，叶小姐，我不是不答应订婚，是我明天确实有事情，承诺了别人，我明天要跟他见面。我们改天行吗？后天我一定来。林云，你敢推拒武神殿的提亲，你有考虑过后果吗？你有考虑过我吗？这个事情有点复杂，我要为我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。我拒绝了订婚，这位帝尊不会一怒之下把我宰了吧？这个愣头青，你就不会变通一下吗？都说了不需要你负责，没想到他对我还有如此心意。但在大庭广众这样讲，万一被徒弟知道我和他有那段姻缘，这要是让徒弟知道，我可没脸活了。你是不是看不上我，林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叶冰一配不上你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听我讲。跟你有承诺的那个人，是不是女的？这个……好了，你不用再解释了，我全都明白。不是我什么都没说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是哪个妖精勾引了我的男人？有胆子勾引男人，有本事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啊！哎，我不是。亲家，我儿子日夜摆摊压力大，有时候他会糊涂，胡言乱语的，什么承诺之类的都是他胡扯的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啊！他一个摆地摊的，摇身一变成了金凤凰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就是啊，难道他膨胀了啊？连女武神都看不上，觉得女武神配不上他，真是。凌云，你贵人神殿女婿，本该以身作则，为下面的人做表率。可是你呢，作风不检点，私生活混乱，好好的一场订婚宴，却被弄成了一出笑话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订婚宴，滚！你一个摆地摊的小丑，让神殿、让帝君丢尽了颜面。像这种不识好歹的货色，我建议就地诛杀。处死他！说得对，杀了他！此人要是不死啊，神殿威严何在？帝君威严何在啊？处死他！处死他！处死他！帝君众怒难平，还望帝君以大局为重，诛
杀死了。今日订婚宴取消，择日再定。诸位，请回吧。不看！师傅，你们一直要维护这个摆地摊的废物，犯的可是死罪，再诛杀他10次也不为过呀！瞧他，跟个死太监似的，又给人跪下。既然不给我一个公道，你自己夺回这公道！你想要公道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公道。即日起，王傲、许天龙、苏慧逐出神殿，贬入边军，10年不得归来。帝君饶命！帝君饶命啊！师傅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偏袒一个摆地摊的？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呐！你们说我偏袒他，正因为我念旧情偏袒你们，才容忍再三。可你们呢？一个个长着眼睛，却连真仙都不认识。神殿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何用？我操！怎么又一个张嘴就真仙真仙的？哦，我他妈明白了，这是要他扶叶冰一上位，才拿我来当幌子。权力斗争真可怕呀！真仙？怎么可能？这个摆地摊的怎么可能是真仙？快走！帝君，帝君，帝君饶命！帝君饶命啊！你们还不走，等什么呢？刚才打雷了，我得回家收衣服了。帝尊告辞，告辞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太奶奶来大姨妈了，我得回去伺候着。拜拜拜拜。妈，别碰我，离我远点！妈，你听我说啊。你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？人家叶小姐哪里不好了？你就一个摆地摊的穷小子，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的？妈，妈，你等等我。妈，明晚订好酒店1号总统套房，我等你。我等你。预计50次起步，不要让我失望了。50次？你直接弄死我算了。看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养精蓄锐。凌云啊，凌云，你说你这造的什么孽呀？王傲，昔日你我叶冰一，也算是平起平坐。没想到你那师尊为了那摆摊的废物，不惜将你逐出武神殿。他可真是糊涂啊！红叶小姐，不瞒您说，我其实是天魔宫老祖安排在武神殿的卧底，更何况能拜倒在您的裙下，我们是绝对愿意啊！你还是这么会说话，起来吧。我会将你所说的一切如实禀报老祖。倘若你说的一切属实，那这天魔宫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只需要再吸收3个9阴玄女即可神功大成。我本想着让胡仙仙和叶冰一他们2败俱伤，以此来削弱武神殿的威力。现在看来，我苦苦等待许久的机会来了。恭贺魔王神功即将大成。魔王，等您用完那个叶冰一，请您将他赏赐给我，我要让那个贱人付出代价。还有那个摆地摊的废物，千刀万剐。好说好说，不过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知道欺骗我是什么下场？
我这就告诉你他的位置，你可以当面去验证。好，今晚我就去送那个废物上路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手感真好。是你怎么一声不吭的爬我床上来了？相公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你害羞吗？我什么呀？是我的个人隐私啊！你赶紧出去。相公，你这是害羞了吗？害羞害什么羞啊！我警告你，别碰我。好，我不碰你啊。不过你可以多碰我呀，相公。春宵苦短，要不你就从了我吧。不用，我今天还有事呢。你赶紧出去吧。你要是不出去，我就真生气了。不嘛。不准动！这么快，还真不动了。真仙不愧是真仙，居然能言出法随。我的天哪，他的实力比我估量的还要恐怖100倍。拜拜，不送啊！林雨，这个大坏蛋，王大人，就是这儿，带路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废物。王大人，就是他，这个废物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。现在是我杀了他。这就是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你确定？王大人，叶冰一和胡仙仙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连我师傅都中了他的邪。这个人怕是不简单呐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有多不简单。国王大人亲自出手，这次看这个废物怎么死。幸好我把持住了，要不然明天不能让那个月月买地，我岂不是死定了？不行，我还得准备点什么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家里实在是没什么食材，为了那50次的恶战，我只能把你炖熬一锅汤。对付这种废物，我只需1招就足够了。玄武，怎么会是玄武？这玄武乃是神兽血脉，其力足有万斤，他竟然1只手就能抓住玄武，这人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刚才抓乌龟的时候，好像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。好大的血迹！不是，你谁啊？你怎么跑进我家来了？你门没锁，我就进来了。哦，胡先生出门又没锁，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！啊，你是送煤气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反应有点过激了，没吓到你吧？我这个蠢货，这次我可是被你坑惨了！什么废物，这明明就是扮猪吃老虎。对，我就是那个送煤气的。哦，送煤气的。那我煤气罐呢？你想跑？他在威胁我吗？不行，我得陪他继续演下去，不然我的小命就没了。不是，你躲墙角干什么呢？我煤气罐呢。
一刀斩玄武，这人的菜刀到底是什么法宝？煤气罐在门口呢。我大人亲自出手，想必你这下地狱了吧？恭喜魔王，贺喜魔王！我看你才废物，我差点被你这个蠢货坑死。你让我回去再给你算。现在立刻给我找个煤气罐，马上！煤气罐？去呀！你要是再晚1秒，我立刻叫你生不如死。是。真是个没用的废物软蛋，姐姐我还没动手，这就吓尿了。哎，总算弄好了，终于可以起锅开炖了。我没气儿了，怎么还没锁呢？喂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煤气罐放门口不行，你等谁呢？你什么你？赶紧给我扛，不然小心我投诉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好意思让我一个女生扛煤气罐吗？这叫干一行爱一行，我付了钱的，赶紧给我扛，这是规矩。姐姐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别耍什么花招啊！赶紧给我办！这家伙是不让我用法力的意思，让一个美女搬煤气，还不让用法力，去死！去死！煤气给你放这儿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哎，你终于不演了吗？死死皮，今天就是拼死的，我也让你付出代价。煤气呢，应该放在该放的，这样可不是。渴了吧？喝口水。主要是呢，我也不想刁难你，我大白天叫的煤气，你晚上才给我送到，而且还这个态度，换谁谁都满意。让你扛煤气，主要是想让你知道客户的感受，这样呢，你才能记得住。他还讲上道理了，难道他真把我当成送煤气的了？行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恐怕还不行。我没投诉你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一个小忙？这样咱们才合吧？明天要去见月月，总得挑件衣服去。吴仙仙已经怀疑我了，叶冰一也在气头上，只能指望这个不太聪明的煤气工了。帮忙？你不要太过分。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挑2件衣服，很快的。有此理！我堂堂魔王，岂能被你一而再再而三地？我今天就是死为！难道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不行啊，不就是挑件衣服吗？寻死觅活的。算了，那你走吧，本来也不。等等，怎么还分谁的事儿啊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把这汤给我喝1碗，这个忙我就帮了。看着你铁骨铮铮的，没想到这是为了一勺汤啊！不行啊！其实呢，这个也不是我小气，只不过那个汤怎么了？一勺总行了吧？甲鱼汤大补，他只喝1勺，应该没事吧？那说好了，就1勺。你不是说就喝1勺吗？是1勺，你又没说多大勺。希望没事吧？大补的东西敢这么造？我就说了不能多喝，这个汤是给男人喝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热，感觉爽，像要成仙了一样。不行，我好像中邪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老总。
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你听错了吧？好像是啊，好像刚才有狗叫。你是说我听错了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挑衣服去。汤的劲儿还没过。那个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挑的衣服都丑死啊？那这个呢？不会真是王八汤喝多了吧？完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对女人也有用啊？那你说什么好看？这件好看。那个，不用了，你不用帮我挑衣服了，你走吧。别说话，姐姐会疼你。你来真的呀？怎么了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！醒醒！怎么回事？好厉害的汤，不愧是玄武熬的。还好我喝的不多，应该是压住了。回去看看能不能炼化吧。小姐，你醒了？今晚的事儿你谁都不准说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哎，不是，明明是你主动的，撂完狠话你就要走。不然呢？你还要怎么样？那个下楼的时候，顺便把垃圾带下去。现在连送煤气的都长得这么漂亮。糟了，我今天还有事儿呢。还专门出来等我，这也太热情了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怕你耽误事儿，特地给你准备了礼物。快吃吧。这也太客气了吧？那个我。月月，我能不吃吗？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不行，必须吃。可不是说自个很厉害吗？你怕什么？我早知道就不来了，这下死定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，看看咱俩一会儿谁哭。放开那个女孩！谁呀？说你呀，禽兽！放开她！哦，好。哎，哥们儿，那个，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！我现在放开他，你快去啊！算你识相，今儿爷心情好，赶紧滚，别影响我们这美女共进晚餐呢。哎，您二位吃好喝好啊，那我就先吃。等等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你要敢跑，我就把你带断。云顶天宫今天不是不让闲杂人等进来吗？你怎么进来？问得好，闲杂人等今天确实不能进入云顶天宫，可我不一样，我是这里的黄金会员，这儿我想来就来。倒是这才是闲杂人等吧？一身破烂货，云顶天宫还放这种垃圾人进来，简直太没把我们这黄金会员放在眼里了。对呀，哥们，你说的太对。那个，你赶紧叫人把我轰出去。算你有眼力劲儿！保安，垃圾地摊货给我撵出去！原来
你就是云顶天宫的黄金会员啊？没错，不知道我这个黄金会员有没有资格邀请你进晚餐呢？哎，你怎么打人呢你？保安！桂林，请您息怒，这件事交给我们处理。邹经理，我可是黄金会员，这点小事要处理不好，还好意思说你们这是至尊酒店？老子要退钱！退？你赶紧退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敢对我这黄金会员指指点点？我就是云顶天宫的总经理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云顶天宫的黄金会员，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二位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让一条野狗惊扰到你们。往后，你们就是我们云顶天宫的金钻会员，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，一切消费免单。免了？也就是说我来你们这儿全都不用花钱？是的，李先生。不论多少都不免，这怎么可能？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我的男人指指点点，让人把他轰出去！来人，把这个垃圾人轰出去！还以为是个大救星，没想到是一个没本事、爱装逼的货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神殿四大战神听候武神大人差遣。参见姐姐。姐姐忽然召唤我们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？难道是武神殿的这个疯女人要跟我们狐族开战？跟武神殿没有关系。此次召唤你们来，是要你们和姐姐一起去捉奸。捉奸？没错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敢勾引我的人。狐狸精还说别人是狐狸精，真想不明白武神大人为什么要与这些狐族合作。闭嘴！我是看林云涉世未深，天真无邪，我是怕他被人骗了，所以才跟狐族合作。都什么时候了呀？还假设结什么？姐姐对姐夫情真意切，他居然敢背着姐姐在外边偷人，这要是被我们捉奸在床，非给他点厉害不可。没错，他一个摆地摊的废物，是我们武神殿的姑爷，已经是帝尊给他的恩典，他不知感恩也就算了，还在外面三心二意。凌云这个花心大萝卜必须严惩。可是凌云他人在哪儿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派人去找。他找错什么？喂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我挂了。别啊，我可是有大事找你。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。是吗？那个摆地摊的小丑，难道你不在乎他的下落？我刚才可是看到他跟一个美女进了酒店。什么？你说他人在哪儿？10分钟后到云顶天宫。喂！云顶天宫？难道凌云他真的外面有人了？不对，王傲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此事一定有蹊跷。喂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赶紧去捉奸呀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所有人跟我去云顶天宫捉奸！哎！你放开我混账！自己回去。你就不要再费力挣扎了，快从我吧。是啊，何志干，你别太过分，我做人是有底线的。别说话，有杀气，一定是冲着我来的，一定是。怎么办？月月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虽然呢，我很理解你们这样的小姑娘都喜欢玩剧情，但你这是不是也太过了，戏精附体啊！别说话，听到没有？真被你说中了。怎么回事？武神大人办事，阻拦者死。我们不是要出去吗？你们这么招上来，我们一会儿断了。
来不及了，已经上来了。都怪这个混蛋，把我的法力弄没了，现在想跑都跑不掉。开门！开门！是我说来捉奸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，理智一点呀？你让我怎么理智？胡仙仙，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给我让开！凌云他可是仙君，你确定你要这么做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？难做，那就别做了。王傲，你这个武神殿败类，没有资格在这说话。这不是武神殿少主王傲吗？才几天不见呀，就这么拉了？胡仙仙，你少在这搞阴阳怪气的。今天不是来找你的。我好心给你们两个提供情报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我最后说一遍，你滚还是不滚？都成丧家之犬了，还这么傲慢？哇，我采访你，是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梁静茹吗？你们两个贱人！不想这么做的，是你们两个逼我。快阻止他！不想让我活，把你们都骗我了。糟了，是天魔力！哇，你这个小人，居然投靠了天魔宫！去死吧！你们两个还不知道，我早就是天魔宫的人了。我早就发了信号给老祖，老祖马上就到。你们还有里面的那个废物，一个都跑不了，统统给我去死！那个疯女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宗中还有些事没有处理，我先走一步，我先走了啊！这时候才想要走，是太晚了。我看二位还是别走了，乖乖的听老祖发落吧。今天只有我们老祖在，我看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老祖，你一定要为弟子做主啊！是不是这两个贱人一定要让他们先奸后杀？老祖，有你这废物还有何用？你们两个小娃娃要是不听话，废物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本魔王练功刚好需要两个太阴血，胡仙仙、叶冰衣，你们两个是自己乖乖听话呢，还是我亲自动手？什么太阴玄女呀？我不是胡仙仙，你们认错人了。好徒儿，机会难得呀，以后跟他们练手，多练练。为此是你的坚强后盾，说不定在这生死之间，还能让你提升修为。是师傅，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呀？怎么听不懂啊？胡仙仙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装什么蒜？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，反正都要交代在这儿。哎呀，那个天魔老祖可能不会动手，我们两个2打1，先把红衣的魔女解决了再说。你们两个正在嘀咕什么呢？有本事就一起上，本姑娘赶时间呢。待会儿我想办法拦住他，你找机会下死手啊！胡仙仙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我们俩的修为已经暴涨了，红叶这个贱人怎么比我们俩还要厉害呀？我都说了，你们就别再挣扎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们就如同蝼蚁一样。胡仙仙，你不要保存实力了，不然我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儿。
吃了相公的肉丸子，修为提升了许多，不然今天怕是在劫难逃了。早知道就不跟仙君一起了，再多吃一点他的东西，这臭丫头就不是我的对手。该死！这两个贱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？要不是本姑娘喝了一口玄武汤，还真有点顶不住。那个让我扛煤气的家伙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原来还有高手！枉我在废了这么重要的情报都漏报，真是该死！到此为止吧，要和里面的人动手就麻烦了。徒儿，不要跟人费时间了。他们要出事了，快去帮忙啊！老东西，你不要脸，居然对我们两个小辈动手！老祖，我可是魔道祖师，要脸干什么？能吃还是能提升修为？徒儿，等我给你镇住了，还不快去提升修为？还等何时？是师傅，徒儿知道了，这就去。这么一看，还真是两个美女，看得我都要心动了。来呀，本姑娘这就要来吸你。哎呀，肯定不是天魔殿的对手，你怎么还不出手？出手？出什么手啊？你还要装是吧？那你就不要怪我了啊！我看你给我装！嗨，你们好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，刚好路过。区区蝼蚁，滚一边去！害了老子大事，让你死无全尸！这老头是不是有点中二病啊？还老子啊！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这大白天的，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？相公，救我呀！我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我说那谁啊，你虽然是个女的，但是人家不愿意的话，你这是违背妇女意愿。就是啊，相公他在违背我的意愿。那什么，你赶紧把人给我放啊！我什么意愿？你有什么资格管？哦，你就是那天送煤气罐的女孩是吧？你还好这口啊？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！这么可惜，性取向有问题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你性取向才有问题，你全家都有问题。所以说，真话总是最伤人。他急了，他急了。没关系，本姑娘今晚急着突破，先不跟你一般见识。等本姑娘的突破好，你就知道我到底是喜欢男的还是女的。别急，等着姐姐。乖乖站着别动，等姐姐。今天有老祖庇护，你奈何不了我。看，让我出去废话。是师傅。你就是他师傅，你看看，你这都怎么教人的？你什么你？根据刑法呢第236条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娘娘，娘娘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就是充满正能量、正义使者，专门来给你们普法。正义可能会迟钝，但永远都不会缺席。白登，现在你发了吧？天爷的大侠，我错了。你师傅都服了，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？就是，识相的快放了我，不然我相公发起火来，让你们整个天魔宫灰飞烟灭。灰飞烟灭，好大的口气！今天我偏不信这个邪。放开你！有我在，不用怕。我说老头儿，梅师妹，你们给我站住！听好了，
从今天开始，一定要遵纪守法，不要觉得自己是老头或者是女人就有特权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晓得不？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了。哎，行了，别乱动，立正站好。哇，这么听话！你快停下！师傅救我！我身体不能动了。喂，我说美女，你到底讲不讲道理？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是你自己非要听我说话的。就是你欺负我，你还不放手！行，这么喜欢听我说话是吧？那要不你给我跳段科目3？会是，我身体。快停下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魔王跳科目3有意思，不过我感觉少了点什么吧。有了。救命啊！谁能管我？住手！你住手！没想到这身材还挺不错的。偌大的天魔宫，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他果然是仙人，可是他为什么在我面前隐藏实力呢？难道他喜欢我？我是说你这个身材是不错，但是跳的不咋，看多了也嫌烦，赶紧停下吧。相公好厉害，王爷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？你这个大魔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师傅救我！这个人有邪术，我刚刚身体被控住了。这是飞雷之术，借助因果之光，也将于浩然征回。什么傀儡术？老邓，你小说看多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老爷子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、中二病上头了？那个，要是有病的话，赶紧去医院治病啊！毛都没长齐的荒漠小子，敢辱我天魔宫！老爷子，这老年痴呆呢，虽然听得火，但是早点治疗的话，还是可以控制的。你可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！这臭小子别以为拿你没办法，把真东西出来，我让你灰飞烟灭！我毛都没长齐，那你是什么？苍面老狗啊！你小畜生！我本不想跟你动手，是你逼我的。哎，这人呢，一向尊老爱幼，你可别血口喷人。你小不该，给我死！师傅，我要杀的是那2个贱人，不是他呀！他就是个毛头小子，你西西诺不跟他一般见识吧？哎，被这臭小子挡着，我让我连你一起打！凌云，我师傅的闪电5连鞭已经练成了，没有人打得过3鞭的。你跟他求求他，行行好，我师傅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。让我给这个为老不尊的老登道歉，动手是吧？来，一会儿你别躺地上讹我就行。他疯了，他居然敢跟天魔老祖这么说话，还以为来了个大救星，没想到是个没脑子的蠢驴。离他远点，待会儿血溅我身上。哎呀，别来了！要不是看你岁数大，我早就收拾你了，把你结棺材都进去，在这跟我装什么大头蒜？闪电5连鞭！小子，知道我厉害了吧？一边叫你筋脉尽断，2边叫你肝肠寸断，3边送你去见阎王。你认真的吗？不是，你这年纪大了还出来打人，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天魔老祖原是元婴大牛，区区一个凡人，他怎么可能？
一定是装的。这小子浑身上下就嘴最硬。你没事吧？他可是天魔老祖啊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他可是仙人。哎呀，写小说呢还原因啊？我们家仙仙还经常说我是真仙下凡了。你怎么没感觉？不前修数百年才顿不出来的3殿5连鞭，我确实没感觉。不是你这几百年就练出来个这玩意儿？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还脚踢北海幼儿园，拳打南山养老院呢。不可能！抗拒我3殿5连鞭的人还没有出生。你这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爱吹牛呢？这中二病都传到老年群体了？这世界也太疯狂了吧！1鞭、2鞭、3鞭一定倒！我说倒你个锤子啊！你别太过分啊！我一直让着你呢。4鞭！我警告过你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你太欺负人了！老夫就是自爆元气，要杀了你！哎呀，老爷子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脾气怎么这么暴？你这样容易生病的。我杀了你！我的元气，我的修为了！啊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仙尊好厉害呀，居然轻飘飘一掌就把天魔老祖的元婴给拍碎了。不愧是仙尊，老祖他元婴居然碎了！千年苦修变成黄粱一梦，此人莫不是真仙人？一掌拍碎老祖元婴，除了仙人，试问世上谁能做到？哎，这中二病都是虚拟的，你把握不住的。老爷子，你这么大年纪呢，就应该在家种种花，带带孙子。你说你出来干什么呀？来，好，我以后就待在家里面，养花种草，带孩子。那个，你年纪这么大，心理素质这么差，我就说了你2句你就跪下了。来，你们干什么啊？求仙尊大人手下留情，师父含辛茹苦将我养大，我也已经不奢求什么了，只求仙尊放我师父一条生路。哎，不是我就是看他年纪大了，我想上去扶一。行了，那你们自己扶。谢仙尊不杀之恩，师父。仙尊，红叶愿为仙尊做妾，以报仙尊不杀之恩。你该不会被这老头传染中二病了吧？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妾？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我就是说你回去好好练练科目3。是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练习，要练。那2位姐姐，以后就多多照顾红叶了。算了，有些事终将还是要面对。师尊，你们，没错，是我。师尊，我拿你当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你们却……我与仙尊乃阴差阳错，无论你是否原谅我，事情已经发生。那什么，都是一家人，这打打杀杀多不好。给我闭嘴！我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再说，我连你一起打！仙尊救我！你干的好事，你不出面，等谁帮你擦？你们先别打，我那个听我解释，我嫦娥仙子驾到。食神，你我好久不见。黄粱一梦，终于修成正果，得偿所愿。四位太医玄女，乃是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之前，便存在于混沌之中的神力。食神得此仙缘，真是羡煞旁人。食神，哦不，仙尊日后上了33天，还望仙尊念着我等，常来天宫坐坐。一定，一定。人云道友，且来我紫霄宫一坐。
以我坐而论道。哈哈哈哈哈！夫人们，随我一同拜见红军老祖。是。